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0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4篇第8节到12节，但以理书第5章第1节到12节，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交互主。咱伫信仰的中间，咱拢咧讲信心。信心是啥物物件？有真侪无同款角度的了解。信心呢，基本上就是伫无看到的时阵，就一定相信会去互被成就安尼吼。这就是信心啦吼。佮较明白来讲，就是讲家己的主权拢完全交托互主，这就是信心最好的表现啦吼。为什么交互主啦吼？有人讲，上帝毋是互人有自由意志甲权柄吗？是啦，虽然是安尼，但是咱嘛知影，迄个事实是世间人的能力，并无法度来保守家己面对困难甲艰苦，所以咱需要上帝的帮衬啦吼。也亲像诗篇721篇的经文所咧讲，我举目望山，我的帮衬是对倒落来。我的帮衬是对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吼。但以理书第5章第1节到12节记载着以色列人受掠，然后伫政治上因失去着迄个自由。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巴比伦的伯沙撒王却是一个真惊吓着惊。需要上帝保人，但以理来帮衬伊，来求上帝的保守啦吼。经文记载讲，伯沙撒王举行大宴会吼，邀请1,000个大臣甲伊做伙来啉酒。伯沙撒啉酒啉到真爽快的时，伊命令人将伊的祖先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圣殿抢来的金器银器搬出来。互王甲遐个大臣以及王的后妃来添酒啉啦吼，人就对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抢来的器具摕来互王大臣后妃啉酒，那啉酒那落引用金银铜铁茶石头做的神明。迄时忽然间出现一支人的镜头伫王的顶台对面招花壁写字。王看到写字的手，面就失色，非常惊吓，腰骨无力，骹头腕咕咕着。王大声话，命令遐个惊发出的形象甲占卜的，拢来到伫遐。王甲这巴比伦有智慧人讲，若有人捌这个字，佮会晓得甲我解说，我就赐伊一个领紫色的外袍，佮甲伊挂金挂链，互伊做全国第3大的。王所有的顾问拢进前，毋过因袂晓得读遐个字，嘛袂晓得甲王解说遐个字的意思。伯沙撒王就真惊吓，面失色，伊的大臣嘛毋知要安怎。太后听着王甲伊的大臣的话，就入去宴会厅对王讲：“大王万岁！你毋免惊吓失色。你的国内有一个人，伊有至圣的生命的神，你的祖先尼布甲尼撒在生的时就发现这个人有洞察力，真聪明。”亲像神明遐尼有智慧，伊祖先尼布甲尼撒设立伊管理术数、行法术的形象家甲占卜的，是因为伊有非常好的灵性，有智慧，有洞察力，会解梦，会解答问题，解说奥秘的事。这个人叫做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甲伊号名叫做伯提沙撒。现在你就通去调但以理来，伊会甲你解说这个字的意思。
因为但以理虽然受掠，捌去用要求，着爱照爸比伦王的意思去行，但是但以理却完全将家己交托互上帝，因此上帝互伊伫遐来万事拢行通啦吼。彼得劝勉基督徒着爱照上帝的旨意，去甘心乐意来服侍，照顾上帝的羊群，袂通勉强。彼得劝勉基督徒着爱谦卑，着爱将一切的挂虑交互上帝。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安尼讲着：我做长老的，佮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有份伫伊伫要显现的荣光。我甲因中间平平伫做长老的人苦劝，着牧养上帝交代恁的羊群，甲因眷顾。毋是勉强，是照上帝旨意甘心乐意，毋是为着贪财，是自愿热心来做交代互恁的羊群，毋通用权柄管辖，着做因的模样。安尼，恁伫大牧者显现的时，就会通得到永远袂失去的光彩、阳光的花冠。相款，恁少年人着顺服长辈，恁大家着谦卑相对待，因为圣经有记载，上帝对着骄傲的人施恩互谦卑的人。所以呢，恁着伫上帝大开来的手下来谦卑，伊到时就会甲恁高升。恁着为着一切的挂虑交互上帝，因为伊关心恁。着谨慎，着谨慎，因为恁会对着魔鬼，亲像伫口会使四界行，伫找通吞食的人，着靠坚定的信心来抵挡伊，因为恁知全世界的正兄弟姊妹拢伫经历上款的苦难，使一切恩典的上帝，就是通过基督来呼召恁进入伫永远的阳光迄位。伫恁暂时受苦以后，一定会亲身甲恁重新建立，使恁快乐，互恁坚固徛在，愿权能归乎伊，直到永远。阿们。诗篇84篇第8节到12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上帝啊，求你暗耳空来听，保守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赐福，互你所设立的王，伫你的城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毋愿点伫迄个社会人的厝内，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的恩惠甲阳光。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恳求主爱主帮助阮来学习谦卑，专心来服侍，互人得到帮助。求主帮助阮全然的倚靠学习，将家己完全交托无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